咁首先今日教大家喺業達系統裏邊開返一個貨品記錄啦。咁首先喺基本資料貨品記錄嗰度撳掣。咁首先我揀一個貨品先嚇。咁我揀 B02 呢隻貨品資料。咁首先你可以打返貨品編號啦。我哋最多25個位啦。咁可以用唔同嘅英文啊、數字啊，或者一啲hyphen 嚟做一啲組合嘅。咁貨品名稱咁可以打返落去啦，中文又得，英文又得，都冇問題嘅。咁呢個係一個短嘅貨品 descriptions 咁嘅情況。咁內下邊呢，咁其實我哋可以打一啲詳細啲嘅貨品資料。咁其實呢度可以打到好多行都冇問題嘅。咁其實你可以自己形容返呢隻貨品裏邊啲產品資料啦。咁裏邊亦都係一個叫貨品分類嘅。咁其實有咩作用呢？咁其實因為可能有啲公司咁可能有唔同嘅產品類別，譬如以呢個 sample 為例啦，咁有分碗、有杯、有碟、有筷子咁嘅情況。咁可能筷子呢個類別有唔同嘅類別，可能有啲係膠嘅，有啲係木咁嘅情況。咁可能筷子嘅類別呢，裏邊呢已經有唔同嘅 product編號喺裏邊嘅啦。咁當然啦，當你哋做一啲分析性嘅 report， 譬如睇一啲銷售報表，我想睇翻碗嗰類別，或者杯嗰類別，或者碟嗰類別嘅銷售報表呢，咁我哋都可以做一啲貨品分類嘅銷售分析咯。咁另外亦都有唔同嘅單位咁嘅情況啦。咁呢度有個 sample 嘅，譬如pieces 代表一件啦，咁亦都可以 set 一 box， 咁就有20個比率，即係一 box 乘以20件。咁當然啦，你喺出單嗰陣時，你揀個 unit 係揀一箱嘅，我哋會幫你扣20件呢隻貨品咁嘅情況咯。咁你可以自己 set 好多個單位嘅，由你決定。咁都係由翻客戶自己行嘅設定嘅啫。咁另外啦，第二個活頁價格，咁呢，我哋可以定翻佢個零售價啦。咁喺個定價嗰個位，亦都可以定翻佢個批發價。咁當然啦，呢啲價錢都可以編落張發票裏邊，編落張 quotation 或者編落嗰個 SO 裏邊嘅。咁亦都有個叫做採購價錢啦。咁入嚟個價錢係幾多個成本啦？咁你可以自己打翻落去。咁其實呢，我哋所有嘅unit price 或者個 cost， 咁我哋可以最多可以支援小數點後6個位嘅。咁因為我哋公司都有啲電子嘅客戶，咁其實可能係需要小數點後好多個位，咁我哋都可以 set 2個位、4個位、3個位。咁到時你哋通知翻我哋公司，咁我哋可以幫你自己教你點 set 啦，又或者我哋幫你做一啲設定咁嘅情況嘅。咁另外啦，第3個活頁倉庫，咁其實呢，我哋嘅系統呢就支援多貨倉嘅，咁你可以自己開好多個唔同嘅貨倉，係由你哋嘅自行嘅決定嘅。咁大家都可以由 A 倉轉去 B 倉咁嘅情況，都可以大家互相調配啦。咁另外亦都有個叫做安全量嘅，咁呢度呢個 sample 裏邊就 set 咗200件啦。咁其實如果你哋想set 大啲都冇問題，咁啊增加個安全量咁嘅情況。咁我哋另外有啲報表就可以睇翻究竟邊一啲 product 係喺安全量以下嘅。咁到時有份 list 俾你哋睇翻，咁到時你可以攞住呢份表就知道，譬如我呢隻貨品零咗啦，原來呢我已經仲有200件喺度咁嘅情況咯。咁另外第4個活頁啦，相片，咁其實我哋可以支援quotation、invoice、送貨單或者 SO 可以編圖嘅，咁到時可以 attach 一啲product 嘅 photo 喺裏邊，咁都冇問題。咁我哋另外有啲報表就編一啲貨品嘅表啦，有啲清單啦，咁都可以 attach， 即係編埋張圖出嚟，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咯。咁另外啦，有個叫定價，咁定價其實係有咩作用呢？就係我譬如有啲客戶咁都會有唔同客有唔同嘅價錢嘅。咁其實就可以 set 翻咯，譬如可能賣俾 A 客就10蚊，賣俾 B 客就20蚊，賣俾 C 客就30蚊。咁你可以自己 set 嘅。咁我依家做一個 sample 啦，咁其實可能撳一個，譬如揀 C 係代表客戶定係供應商啦，譬如揀 C 咁嘅情況，跟住再揀翻個客戶編號，譬如業達電腦。咁我賣俾業達電腦呢，可能係賣1.5，即係個半啦。咁嘅情況，
咁可能第3個客戶賣俾第3個客戶，再揀，跟住可能揀大中華貿易公司賣俾佢呢，可能係2蚊嘅。咁呢，其實當你打好咗呢個 price book 嘅話呢，咁其實當你打 invoice 嗰陣時，或者打 quotation 嗰陣時，當你揀咗呢隻 B02呢隻 product，再揀翻呢個客戶業達電腦有限公司呢，咁其實佢就會自動跳過半嘅。咁如果揀 B02 揀大中華貿易公司，佢就會自動跳2蚊，咁由你哋決定嘅。咁另外啦，我哋都有個生效日期嘅，譬如你想由幾時開始嘅，咁你可以揀譬如2號開始。咁可能有啲公司就會係斷季節性，咁有唔同嘅減價，咁其實有個終止日期都可以 set 埋嘅。譬如去到月底，咁啊揀31號。咁當然一去到31號嗰陣時呢，後邊嗰陣時佢就會跳翻正常佢哋個 set 嗰個 unit price 咯，咁就唔會根據呢個 price book 嚟做跳動嘅咁嘅情況。咁另外亦都可以用數量嚟做 discount 嘅，咁我亦都可以做一個 sample 啦。譬如我揀呢個客戶 customer 撳掣，咁我揀eProTech computer， 咁呢再過去，咁就再 set 翻個生效日期啦。咁可能係24號生效嘅，咁呢就去到31號，咁呢就我賣1蚊咁嘅情況，咁就可以 set 啦數量，譬如買30件就會跳1蚊咁嘅情況，咁亦都可以用數量嚟 set 一個 price book 咯，咁都係由翻個客戶自行決定嘅啫，係啦。咁另外亦都可以用付款條款啦，譬如可能有啲公司話你 COD 喎，咁可能會係平2毫子，又或者你可能30日就貴2毫子咁嘅情況，咁你可以自己揀用唔同嘅 payment terms 咯，譬如30 day 就跳過2咁嘅情況，咁由你哋自行去做設定嘅。咁呢個就係嗰個 price book 個表啦。咁另外啦，第9個活頁包裝，咁咧包裝裏邊咧就可以定翻每一箱個length weight、gross weight、長、闊、高，咁係用 kilo 定係用磅計啦， cm 定係 inter 定係 cbm 定係 cubic feet， 咁你可以自己揀嘅。咁到時我哋自己會做一個運算啦。咁因為我哋個系統又有 packing list 嘅功能，咁其實當你打晒長闊高嘅話呢，咁其實你過到去 packing list 嗰度，咁你只要輸入翻佢個卡通 number 或者打翻個 quantity， 咁其實已經可以出到張 packing list 噶啦。咁呢個就係開一個貨品記錄嘅資料。咁當你完成咗冇問題，你撳傳入，咁就好。